后来镜头刷登来台湾，来看第16轮的疫苗，今仔日开始来注文。早起的10点开放着 BNT， 下晡2点开放莫德纳甲 AZ。为着要来防堵着这种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， 真侪国家是加速度来注第3剂的疫苗。指挥中心甲预防接种组召开着专家会议，有不少的专家来建议，这大人明年的2月到3月都要开始来注第3剂。若青少年嘛要赶紧来注第2剂咯。注射惊讲还未结束，注这针了后，阁会有后一针。面对汹涌出现的变种病毒，11月28日，指挥中心和预防注射小组 ACIP 研议，初步规划要互高风险族群来注第3剂，青少年来注第2剂。不过偏偏青少年注第2剂 BNT 疫苗心肌炎悬，敢要注尽量难。一定还是利多于弊的。那台湾目前为止观察到的心肌炎呢，绝大部分都是很轻微。如果以群体免疫的效果来看呢，是打还是比较好，特别是呢，你抗体比较低，身体储存比较久的状况之下，它可能又会形成新的变种，那它也会可以传染给周遭的这些人。就惊青少年无免疫力，甲病毒早登去学厝内时代，评估了后建议要来注射。毋但青少年有规划，指挥中心嘛针对第1到第3类的人员，总共有26万3000人注完第2剂满半年，包括第一线医生、防疫人员、机组人员，各65岁以上时代3万6000人先来注第3剂。只是第3剂对 Omicron 感真正有效。我们没有办法很针对变种病毒去消灭它，但是因为我们的抗体很高，多少还是可以针治它。我们以多以量取胜。另外，较有可能重症的75岁以上的时代完成第1剂注射比例有72.6%，第2剂有65.3%，嘛就是讲有27.4%，将近30%的时代连第1剂拢无注射。医生建议要启动家庭医生的机制，利用教辅注射的方式来提升注射率。面对汹涌出现的变种病毒，全球拢爱做好准备。